各位兄弟姐妹平安。大家阮即摆礼拜就要开始咱10点就准时要开始请大家安静心来准备要敬拜上帝。来啊，咱就得恭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属的百姓，是伊手下的羊。今日恁若听伊的声，即时咱要来赞美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就让我们一同来赞美，还有敬拜我们的神。那就是大家可以以各种形式，可以坐着或站着，就是以方便的形式为主。那我们就邀请大家一同来赞美跟敬拜我们的神。那在过程当中，如果想要休息，也可以坐下休息，没有关系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不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只有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让我们继续大声的来赞美他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
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自无赞美。我要赞美，只有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赞美他，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只有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只有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这是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，我们一同来敬拜他，因为他是那位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他配得一切的颂赞，还有一切的荣耀。我们一同来向他唱歌。神在，神在，全地长，昔在，今在，以后永在。神在，神在，全能神，永远在宝座上。再来向他唱圣在，圣在。神在，神在，全地长，昔在，今在，以后永在。神在，神在，全能神，永远在宝座上。向他说，你是配的，配的，配的尊崇和赞美。你是配的，配的，万物敬拜你。你是圣洁，你是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荣光在天地。你是圣洁，圣洁，以圣洁彰示敬拜你。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。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。愿尊贵荣耀归于他，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。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。你是圣洁，你是圣洁，圣洁，
圣洁荣光在天地，你是圣洁，圣洁，以圣洁装饰敬拜你，你是配的，配的，配的尊崇和赞美，你是配的，配的，万物敬拜你。让我们向他上升在，神在，神在，全地长，昔在，今在，以后永在。神在，神在，全能神，永远在宝座上。向他唱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全地长，昔在，今在，以后永在。神在，神在，全能神，永远在宝座上，永远在宝座上。阿们。我们持续站立。请咱犹原徛伫谈心来念心的诫命，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是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就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竟然对比了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就是请大家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也是大全能永活的上帝。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，阮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顺利。伫这新的主日，大家都要做伙伫你的圣殿，要用吟诗乌乐来感谢你，恳求圣神降临阮的中间，开咱的心门，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。主啊，恁知影阮的软弱，常常放纵家己的私欲，去做罪的奴仆，夸口家己的才能，时常忘记咱所有的拢是一切是上帝所赏赐的。甲这无知的小可了解，当作是全部的智慧。全能的上帝，求你怜悯阮，求阮脱离遮罪的偷棒，互你的听内面有毋望，无论生活中拄着忧伤、痛苦、流目屎的事，你要用你的话来安慰阮，互阮有力量，无惊吓。我们要将你的话记在了阮的心中，真做阮生活中随时的帮助。教会中若是有身体欠安、行动不便、你病院的，求主医治伊，互因会得到健康。有人有出外出国，也求主赐互因平安。才为着教会宗旨甲事工来祈祷，求伊赐因有智慧甲力量，互来祝福用。也为着本教会会使诚做一个有见证、恩典满满的活命教会，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。阮会替阮的国家来代表，使阮的国家的执政者甲官员有够野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。这是愿主降临咱的中间，互你的话透过带长老的喙，互听的讲的拢会得到利益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要请圣歌队来带咱来阿罗上帝。歌词印伫周报头一页下底。
这是咱来看上帝话，记载新约圣经雅各书第1章22节，我来读。雅各书第1章22节，恁着做行道理的，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。以上，即是要请蔡长老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要听道，更要行道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天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受恩者。因为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洁净我们的心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，让你的手抚摸到我们的心，让圣灵降我们在我们的会中，让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上。我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，都当得到主的福气。听的讲的，拢得到上帝的感动，将一切的荣耀归我们的神在天上的阿爸父神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平安，亲爱的弟兄平安，请照国际惯例跟各位出于内心的祝福哦。一个礼拜才跟人家祝福这么一次啊，平安，哎，平安平安，真的是。从上个礼拜，我就应该在介绍我们现在有一个神学生，苏兰同学，他要在我们中间旁，请你先站起来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？再认识你一下。嗨，今天他已经，他很早就来，我们每个人在请坐，每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他都在那个认识我们的会友，帮我们做祷告。他在伯特利神学院他已经毕业了，然后现在在中华神学院做深造。我们请他过来辅导我们，请他过来帮助我们，请他过来做门徒造就，各种的那个事工都要他帮忙。那因为上个礼拜他来，我问他听懂不懂台语，他说他听不懂，所以我上个礼拜无形中讲到都用华语哈。其实白要讲台语啊，如果你听不懂，你就注意看PowerPoint的啊。那台语听无哈，我台语华语会尽量交杂哈啊，但是咱是用台语礼拜，所以用台语做主啊，尽量咱若无就看PowerPoint。感谢主，咱今日有一个，你看咱今日特别看一个吼，有两个人穿衫穿足水的，这是吼当然，许芳一句实话，你要穿足水，我没甲介绍伊，应该看到。我们要特别介绍张宝珠，我们的赞美操的老师，谢谢。哎，他今天穿得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大家全部动起来哈。今天如果你们没有穿赞美操的衣服的人哈，那就去借了。我没有赞美操的衣服哈。那相对的。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用京剧做讲道。这段时间 COVID-19 的期间，让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我头在给苏南同学在分享，他说香港已经恢复了，因为礼拜已经拢恢复啊。总是我感觉咱礼拜无一个完全恢复，所以讲咱今仔个联合礼拜咧，还是一场。当然我嘛无否认吼，这场的中间我嘛足欢喜看到，讲咱去瑞典打工。咱普通是打工咧赚钱嘛吼，去瑞典遐开钱咧共做面包的人吼，做台劳，要不要起来给我们看一下？好久没看到你了啊，对不对？以后恁兜人咧欠迄个台劳吼，咧欠迄个甲伊倒做家事的吼，但是家事外劳就对了，家事本劳台劳，就可以请我们的那个慧玲他们去做，但相对的。我一直觉得说，我们的教会是非常美的一个教会。在我人生的最后一章里面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，在生命册上，多美的一件事情！在我年轻的那一代，在我少年时阵，我到每一个教会，我得讲紧的，剩20、30个，紧到成长，紧到足侪人的。然后我交给专任的牧师，我要离开了，因为我要到下一个合掌，像保罗先生所讲，一个教会经过一个教会，经过一个教会。咱教会当开始咧，感觉人一直咧坐的时阵，就是 COVID-19， 咱的脚步拢全慢落。我真正问上帝坏，特别祈祷，当下祈祷讲上帝，叫一些甲我讲，你咧休困啊？你是咧紧张啥物？讲我好像是在伫圣神的，是在伫三位一体是上帝，毋是你错综伊偌熬。阿妹真正是啊！人有偌熬，人伫上帝面前算啥物？人算什么？上帝特别让咱这段期间安静装逼啊！咱这段期间吼，身躯保较用咧健康啊，身躯健康你就会大汉啊，身躯若无健康，
面黄肌瘦，腰身大妹，你怎么可能成长呢？所以突然我静下来，想说上帝好了，我放慢我的脚步。我们开始要门训，开始做造就，开始把神的话语深刻刻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救。我们每个人都得救，一起到天堂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啊！真的是，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，如果健康的教会，就会像以弗所书2章第2章46节、47节，特别47节所讲安怎？自从救的人数日日加添哦，因啊主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给他们。咱要甲教会袂成长，总是咱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爱准备咱家己。咱到开始咧运作的时阵，咱不管是咱有福音小组，还是咱的青年团结这小组，还是咱伫顶国咧做聚会，咱开始感觉有迄个运作出来，开始咱灵命咧增加。上帝是咱伫上帝面前愈做愈来愈亲像合适上帝的款式。所以讲，咱再来开始有用4类，要咱认捌耶稣上帝圣事，咱一起做伙落来。什么奉献、祈祷、建立教会人生，定咱一系列做伙来达到来回向咱的信仰。不管对老信徒、对少年的信徒、新的旧的，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灵命要做更新，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念书，我唔知你即摆捌读过册无吼？即摆敢若较无咧读册吼。我现在都读册喏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什么？是知也。这句话唔捌听过的人，请你举手。你真正听到较好，我唔相信。这个国语课本有这，即摆应该有了吧？要个我应该没有了吧？但是这句话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心里在想说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要什么？要真的知道，是听而不闻呢。所以叫听而不闻，听。因太太讲你要出去散步是嘿，我毋是拢散步。因太太讲，你会记哩啦，出去散步的时阵吼，甲买一罐豆油倒来。记得给我买一瓶酱油，伊先洗水行起来讲，阮太太偷偷甲我讲啥，买好啦，买一包米粉倒来。因太太讲，你买米粉要创我叫你买盐呢。反正是每一个人会不会心不在焉不管啊。但是如果是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我们每一个人听到，要用我们的心呢。你还在，如果不知道怎么办呢？咱有查经会，有造就会，咱就互相探讨，但是唔通辩论啊，互相分享，大家无同款的想法啦。咱真来知啊，总是你足简单的一项代志，你要得到聪明，你要得到聪明，你要得到聪明，叫我摇法就是啊啦。到我年回来时阵，我真正体会到，只要你叫为耶和华，就是地狱的开端。只要你敬畏我们的耶和华，你就得到智慧。你要想讲，我不太有可能，你都问题是你都唔敢祈祷，你怎么祈求嘛？上帝跟你讲，你要求就好恁嘛。问题是你敢求无？拢求到就惊，迄不是迄叫做信，迄无信心呢。上帝啊，如果有的话吼，就给我怎么样？若无不要紧的，无凊彩。有求有拜有保庇，错了。你要细心的祈求，会不会成？一定成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当然，我姐姐你往回头一看，说：“哦，原来上帝在他最美好的时间给你最美好的。”所以，上帝的旨意永远都是美好的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题目非常简单：听到、信道、行道。听到很简单嘛，听到反正是每个礼拜一个牧师来，或者一个传道者来就跟我们讲道啊，讲完了。好了，他就回家。上帝，我今天打个勾，我今天我去做礼拜。我每天都在打勾哈，打勾我去做礼拜。我们找时间可能也要求美丽姐突然跟他吐息一下，请她起来做见证，不是今天的哈。但相对的，我们从美丽姐的身上，我们发现到，伊信主了后，伊就快乐诶。领导甲恁在卖时阵，看他赶鬼啊，鬼乒乒叫，他是体验呐。然后又行出来，你有看到？因为咧，跟他听咱讲道尔呢。你要看伊看到人的时候，迄个招呼，迄个热情，即活出、行出所有基督的款式。唔当咱常常讲路尾做大声，那个幕后的要在前面。我曾经我是老信徒，我当然得救，我住豪宅别庄，你要去到天堂哦，住超出啊？没有，
上帝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真的是内心。所以常常落要做大声，那第一项啊，咱听道理啊，咱听道理。大声我要求咱家己讲的讲完的讲道什么？讲完每一个人徛伫讲台顶，我叫伊老爸过身以前，定来甲我吩咐，讲阿姨啊，你若要徛到讲台讲道，你会记一样代志。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照圣经来，讲出来话你都要做会到。你毋通干那讲大喙大讲的，啊下骹讲你拢毋通计较钱，你咧用上应要归伫上帝，然后下骹拢讲我较牛。我在晓得，你咧讲你我定定学了林牧师，因为我足少伫木架新就看到林牧师啊谦卑。伊真正对伊来讲，伊就是即世人伊舒服尔，啊，佮伊会当做一平信徒，袂足快乐。其实我嘛足欢喜，我会当做平信徒。所以咱每前伫主的面前，主人各种无共款的文书，你爱去好啊去用啊。我现在跟他讲诶，你拢说讲若无差遣他，我到他去传福音。若没有奉差遣，怎么传道？吼，大家最喜欢听这句话。我没有奉差遣啊，就像以赛亚书所讲的啊，我在这里，我要差遣谁啊？以赛说谁差遣我？我要差遣谁啊？有听没有到？哎，好像没有人在讲这句话。我要差遣谁啊？是你哦，我没有听到哦，你有没有听到？哎，我们经常啊，我要差遣谁啊？我要差遣谁啊？圣经讲哦，要奉差遣才能够传道。我没有奉差呢，啊，传道就是站在讲台才叫传道。错，你的见证就是你的传道啊。你有好的见证，你的好行为，你有好所行啊，竟然要在你就要受基督发生啊！你的好行为，你会知道你是主的门徒啊。你有没有这样做啊？然后有一句话我一直非常的感动。我从历代传教者的身上，从历代牧师因的信上，看到安怎？上帝真的祝福因的后代呢。其实看到真正，因为现传福音报好消息，伊的脚底下睡到早上，那些传福音报喜信的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！我是谈不上了。你不要说在蔡崇礼传福音，没有，我真的在主面前，我觉得很惭愧，我没有这个资格。可是我就是很觉得那些为了主的缘故在传福音的人，真的脚中何等佳美！我们中兴教会，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中兴会了哈。昨天那个许宏毅执事特别提醒我们，中兴教会的教我们不见了哈，可能要走来修理一下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这个教会的成立40几年来，多少人美丽的脚中帮我们这样走，走了多少美丽的脚中。我们不在这里夸奖个人，但是那些人都是上帝名册上所纪念的，那些脚中是何等的佳美。那你会讲说，我没有奉差遣啊？上帝拣选你们，谁说你们没有奉差遣？只是你们不想差遣，你们心硬啦，心硬啦。唔系啦，我都手先高对就足忝的啊，兄弟啊，我手先高对。其实另外一个角度，你看我们的白天的关怀站，会多少的心力？那些咱长老因啊，为着这关怀站嘛，当然是咱足侪长老，咱教会足侪兄弟为着这关怀站，有可能关怀是一个两个。就顶礼拜咱分享时，我看到5场的名称接因为着因啊卡拉 OK 因，安那敢款水果，安尼咧招因。香港问一句话啊，讲啊，我有当时要讲传福音哦，毋知讲要怎传。你的行为就是好所行，就是咧传福音啦。那个就是传福音啦。但是你毋通讲我拢无奉差遣的，无啦，上帝敢若叫我负责做礼拜，啊，甲拄着啊，今日轮到像人均，今日轮到我带歌，上帝敢若互我安尼尔。上帝给你是什么？那个差遣都很重要诶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有一次我听那个一个他们那个讲道者在分享他们怎么去讲道，那个这个正是在香港，那么也全部登出来。他们就说你每一个讲道者啊。不是关在解经啊，最主要这个上帝的话语。其实我们如果看69卷的圣经，最简单的是3本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最容易读，最简单，浅显易懂。约翰福音带点哲学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保罗的书信，为什么？保罗书信的字句辞藻非常的美丽，而且它能够触动到我们的心。
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保罗的书信也是在将这四福音书的里面的真理把它阐明出来而已。讲四福音书四福音书是咧根本的，四福音书咧印证旧约弥赛亚的来临。四福音书咱尾啊，在保罗的书信开始之后，就咧印证讲主耶稣基督过来，要过来才所有应验。印证以前，甲印证以后，四福音书都在业中。所以咱相信，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传道者要讲话讲，每一个讲完时阵，咱替祈祷啊。目的是足少年的时阵吼，目的足有名报道教，足少年足有讲道的啊。大家拢讲好听，目的讲道，特别都羡慕他的名，一堆人来听目的讲道。那有一次他讲到，看到旁边，奇怪，这个人怎么越看越不顺眼？是从瑞典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怎么一天到晚就是我一讲到，他就低头一直念。他最后忍不住了，就下低头说：“这位姐妹，我讲道理难道那么不爱听吗？”说：“没有，我爱听啊。那为什么你就低头一直念？我在帮你祷告啊！我希望你的讲道每一句都是上帝圣灵感动你的讲道。我的天后又跟他就跪下来说：上帝，我错了，我太骄傲了，我真的是谢谢这位姐妹。从此目的的讲道更有力量，上帝给他更多的恩膏，上帝会更加大的能力。”更加大开力，所以咱每一个牧者，咱要讲完，咱要有这个态度。你讲安尼吼，大我都唔得徛讲台啊。就23我要去安怎教会啊，拜托记丢了讲到去，你讲唔通都唔通拜托我，咱去请一个牧师来讲道。咱每一个人啊，拢会当徛起讲道啊。每一个人拢，尤其咧做见证，一篇的见证，我感觉比一篇的讲道更较好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有啥物通惊呢？为着上帝，咱勇敢作证啊！你若想耶稣的讲道，拢对上来讲道，咱看耶稣的讲道，拢知讲对遐真正，你有发觉着讲遐真正唔捌字的人咧讲道，你拢敢捌字呢？我想你最起码拢读过国民学校吼，像我嘛读过国民学校，都是相对的。咱听的人有啥物态度？第一项咱有较无卫心嘛。那么听是我今日倒今日要讲道吼，我倒做礼拜，礼拜时间到，礼拜时间到了，我倒来听讲道好。我今日看到阮四爸就安尼，精神足好，伊拢个清香救的，精神足好。我看到，我若是讲伊精神足好，伊毋知有想着讲我迄阵倒伫病院安尼，上帝你毋知甲我调伊袂？这精神足好。咱着要这精神呐，到伫上帝面前啊，足勇壮的啊，我足较无的啊，我要来做礼拜，足欢喜的。咱都较无心嘛，所以咱一句话真注意安怎呢？咱常听到一句话，主耶稣基督甲咱讲呢，讲啥物？有健康的人啊，你来听啦。在启示录7间教会里面，迄7间教会的以弗所、哥罗底教会，从以弗所到老底嘉教会，最后都讲一句话：圣人对众教会所说的，有耳当听啊。对正教会讲哦，有健康你来听啊！你毋通今仔即边听咧，说一就出去，还是有听，敢若无听咧？当然，我讲都拢会注意看各位吼，你若较说拄久，我就转话题，讲我笑话互恁听。总是无钱讲拄久，你阿琴若拄久，我较定着去找你。你现在拄久，你昨暝是毋是拢看小说、看书，也毋得看几暝连续剧？我后摆咧讲道的时阵吼，嘛是起来安尼看。伊讲咧讲道是咧讲互会友听，互上帝用上帝会友结会友互相的分享、互相的沟通诶，毋是一篇讲稿念了诶。所以按照教的时候，甲我讲，咱的讲稿吼，爱全部摕互伊。我讲他有去即个讲稿，我可能去变啊。我真摕互你面，可能我讲道就去变。我毋是啦，你讲道了，佮过一礼拜才摕互阮讲稿，伊要顶差不多千7字。我讲安尼会使啊，迄当然就无共款啦嘛。在每一篇讲道上，信息不管是甲你讲道在讲有健康的人啊，你讲足舒适的，我耳孔拄好听无？我强检查讲，即个耳孔较歹，即个耳孔较好，安尼听无到助听器好无？无上无拍给人看。你来听啥？听就你的心嘛。你来用真较无心情来听。第二项啊啦，听变行家己啊。有个人讲道是人伊教授。东宁教会，要去这教会讲，就要紧团队，要紧，都真正要发生这个代志。牧师，这个牧师去讲道的时阵下较好，因为是迄个东宁教会拄伫新人医，离无偌远。所以真侪人毋是去东门教会做礼拜去，就是去东宁教会做礼拜。好，有个新人医的教授吼，无啥爱去做礼拜。拢我的学生拄顶悬咧讲道，爱讲毋是我甲教的。
阮做法官吼，常常当时上惊着当啥，当你遐法律教授来打官司。啊，真正他们讲吼，真正当顿办。啊，但是伊讲，啊，我对你也老师，有啦，我嘛捌做足侪人老师。啊，所以特别咧拍官司的时阵吼，我听你讲奇怪，我想要甲你讲，你甲我教诉讼标的，现在我问你诉讼标的都讲袂出来。你想到理论上一堆啊，所以我是当然到的时阵吼，捌一边讲道的时阵，啊，迄个牧师尾也做咱的总会总干事，你来想想讲，某人啊。今日倒一个圣教早你讲你毋对去啦，迄个道理我毋是安尼甲你教的啦。伊讲真是咧，正是我牧师，你是会友。我照上帝圣神我的启示，我毋是照你教科书。上帝予我的亮光，甲你的教科书无共款啊。我是要讲到会友听，毋是要讲互你解说迄个希腊文，也是阿兰文，也是阿拉伯文。我毋是要甲你讲这啊。所以那就是什么？爱情变行家己啊。让我的心完全的纯净，让圣灵可以感动我们。如果我们还是心很杂，哦，今天呢讲到我不晓得要讲多久，每次蔡崇都讲了好久，哦，快受不了了啦！为什么不短一点？你心没有打开呀、上帝的话会进入到你的心呐、因为你们呐、上帝跟他讲谦虚的人，我可以谦虚的人，你有福气。你只要你谦虚，你把心里倒空，你只要你心里谦虚呐、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国啊。你要先谦虚啊，倒空自己呀、茶满满的，永远倒不进去呀、一个老牧师跟一个传道者刚去的时候，这老牧师说：“我怎么才可以当一个好的牧师？”那老牧师都不讲话，就一直来，我倒茶给你喝，就开始倒。那个传道者，等，快满了！老牧师一直倒，等，快满了啦，来，满出来了啦！传道者都满出来，就把它全部倒掉，我重新再倒一杯茶给你。传道者知道了。你要先有清新的心啊！你要倒空你自己呀、你要完全的接受主为你的主啊！不要你自己的主见呐、完全接受他，你才可以得到上帝传讲你的话语呀、你不要自己一大堆的主见，一大堆意见，一大堆我家己应该想安怎就是想安怎，唔通袂记住，这是咱听的态度啊！最后一样咱态度安怎？爱态度温柔的心嘛。无骄傲啦，那态度安怎？是人甲咱讲，做每一个早起时就提醒我啦，提醒我的耳孔，听我讲啥话啊？我逐暝起来时阵，我感觉真水，不管要困，还是斗早起来，你若无时间当祈祷，最起码叫阮老母小共电来揽伫阮的身躯边，读4篇23篇啊，然后做主导文来结束啊。你发觉自己的力量当中来啊！毋是困，足好困，因为主叫你上到基地。迄个歹，迄个试炼稳定甲名流，对你到一世人诶。当你当着试炼的时阵，主要所基督互你做瓦靠。所以咱每一个人安怎，要有温柔的心嘛。所以听的态度是咱上重要安怎？所以讲，本身来讲，咱一直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是听上帝话语啊，毋是听人呢。好，今日蔡崇你表演了足好，你话唱作俱佳，是啦，演讲当然来唱作啊。对上个时喏，这个代志特别互咱听，上帝的话语要告诉你什么？这地方有没有深入你的心？今天我们讲听道、信道、行道，今天重要在哪里？行道比信道重要啊！听了了，你是不是真正听，知道上帝要跟你讲什么？所以那个很重要的是说，你的耳朵打开了吗？兄弟姐妹们，你的耳朵打开了吗？打开了没有？婆婆，你的耳朵有没有打开？我老婆讲，我婆婆讲有啦，我应该叫做打光，打光讲有，打开呀！大家哦，大家打光是查甫的，大家大家对啦，大家啊，耳孔该泡开啊！无正会无欢喜啊！我来讲所以相对的耳朵打开了吗？咱这阵拍开咱耳孔啊，咱看最后手机就感到我特别，看到最后手机就感到我是足心生意啊！当然我完全特别到伊安尼，你看伊会当坐到空呀，坐到坐石头，遐位的人
讲究较歹听咧，真正是无学问，啊，佫足基层咧，啊，有可能是游民，啊，有可能是遐无头路，啊，有可能是乞食，啊，有可能是程度足歹，啊，伊遐带会通讲话，讲啊，大家拢听有，拢知伊要讲啥物。我当以前来教册时阵吼，我叫教政治能力，吼，足轰动的，大家拢讲即个老师足有学问的，我愈教愈心虚的。这讲的当然讲较歹听咧，我若要教政治能力，我咧讲个足深的吼，讲一句无需要，我讲10点钟，我讲1礼拜，你嘛是听无，啊，过来感觉讲哦，这讲了足好，像迄新的罗盘的叶教授，会当讲2点钟，你拢听袂sen哦，啊，你正经想看觅讲，我伊咧讲啥？我敢若无啥内容呢。好，你讲的时阵拢足精彩，啊，但是要来想想咧，啊，都无内容。所以咱每一个人真正啦，讲的人吼，听的人爱负一半责任呢。你讲这讲完这含慢，啊，你敢免负责任？你都无注意听嘛。所以咱常常一句名言，我说老师讲的你有没有听？老师讲的你有没有听？另外一个讲话，圣灵跟你心里所讲的，你有没有听？圣经跟你讲话，你敢有听啊？咱真正爱知啊，讲道是咧。讲主要所记的道理啊，听都是听啥？咧听上帝话语啊，所以讲道甲听道爱安怎？敢咧合唱咧啊！咱嘅生活对吼，咱今日生活太多练歌足牛的呢，你毋知捌注意到无？牛到啥地步呢？牛到苏琴加生活对因咧练歌会当差一拍呢，嘛是对头练得了。你无简单的，可见咱跳到遮悬吼。所以对了阿卡贝拉以外吼，拢莫暴躁。好诶，嘛是要有一个伴奏。啊，若伴奏你也看，迄个中国有一个叫什么好歌，迄有当时听听，我感觉讲，是毋是讲咱台湾较做袂到？好，迄规个高雄乐团，啊，搁人声伴唱，啊，去到舞台，啊，徛倒啊唱歌，啊，当然讲较歹听，看嘛唱歌嘛足水诶。毋是你看觅，今日吼，今日阮这个前人团队每一个徛起，闹迄个即个乐队咧配合，嘛是拢足水诶。总上吊嘛是安怎呢？咱来注意听啦，听是听上帝话语啦，行出上帝听啦。这是足重要的一项事啊。第二项啊，信道。保罗先生甲咱讲啊，伫保罗书第19、14章讲信道。你若要相信这个道理是对对，从哪里？从听到来的，对听道理来啊。啊，听道理是对对来。听道理不是讲听了早上听，我看了《了凡四训》，看到那个四书五经，啊，看到那个唐诗宋词，听道理对对来，对主要所记的话来啊，主要所记的话对对来，上帝话对对来，从圣经来的啦，无足单纯的嘛，无要复杂啦。那这做异端的，不管你要发见证人，不管统一搞，不管那个全能神教会、东方闪电，不管那些末世信徒啦，不管那个新天地教会，都用一些很美丽的词找圣经拿一段，然后叫你说怎么念圣经啊，很多圣经去头去尾，所以圣经叫我们什么？字句叫人死啊！你看他读圣经掠一节的话吼，会叫人死啊！像犹大小讲啊，要做生意讲啊，我做生意讲你去吧，啊，就真正去做生意，做生意失败讲上帝啊！你是那个现圣经讲啥？吊刀死啊！你全直接去吊刀，真正圣经都毋是咧猜谜诶，先是对头看到尾，咱到尾即阵吼，我感觉足感动是安怎？咱开始安尼就今日要读提摩太前书。你讲啊，这个对传道者的啊，毋是喏。咱每一个人是传道者，人人皆祭司啊！恁拢是君尊的祭司啊，人都是什么尊君的祭司啊？那么让你做面前真正爱听起的来，你甲我放起来。即摆吼，咱拢讲啊，敢若听圣经有效无？来帮我按一下，迄个指纹，来帮我按一下，那个右，不是右边，从下面按一下，因为我那个程度还不够哈，不是按那里，对，要按一下。他们弄个这个叫读经机呀，伫亚洲遐。这做什么？那个就是在很乡下的亚洲一些乡下很偏僻的地方啊。
你一台好像一台收音机给他一样，那叫读经机耶。那这些读经机里面最主要是新约跟诗篇跟箴言。那他们一听完以后就信主了。你说怎么可能啊？就是发生了，怎么会不可能？只要圣灵在那可能，它就可能啊。所以读经机耶，你不要小看说，哎呦，我今天念圣经不晓得有没有用，绝对有用。上帝话就全能的，啊，你说我听不懂圣经，那就，看不懂圣经，那就用听的嘛。现在这么发达，你不会叫你的小孩子帮你弄听圣经你说听有用吗？那不是有用没有用？圣灵有没有感动你？突然那一句话感动到你的心，感谢主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在亚洲这些偏僻教会传道是什么？用读经机耶。有时候我们听没有真的听你看我们在审判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，明明知道耶稣是受冤屈的，耶稣是因为那些祭司、那祭司加法利赛人嫉妒耶稣，嫉妒是魔鬼上好用的物件。因某叫人去遐讲呢，讲比拉多啊，这是一个义人呢，你今日信嘛？这个义人你一点都唔通插这个代志的，你又卖插面这里拢贴互因呢。比拉多给照常审判，咱看比拉多做一个什么动作？比拉多做一个什么动作？手洗洗的。哎呦，这跟我无关系，我是你决定的哦。哎呦，这个教会好像跟我无关系哦。嘿，是你的代志，我唔是这会员哦。我真正是这会员的，我准备要刷来啊哈。会使刷来未？或者会使刷来遮未？你若无来，我再去考虑一下好啦。我看你安尼无错，相对啥？那每一个伫教会内面拢是上帝会员呐，拢是上帝信徒啊。我这个说来，这是我认同这间教会啊。我一定会说来，我是认同这间教会。总是咱每一个人在先啊，咱若讲手洗洗，跟咱拢无关系啊。所以咱先啊，咱到时比较多相共啊。话讲的，睇到讲的话，都明明做梦有听见讲，这人是一个义人。照常甲审判，像我做审判管你啊，判死就判死啊，跟我无关系啊，手洗洗的，迄是你干怎讲起诉，跟我无关系，我被判嘛不要紧。反正我相信治疗，无能敢甲我讲安喏。我没有负责任的态度啊，我们不能那个耳朵一听就忘掉了。所以最重要是什么？要行道啊！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要行道，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你们是做行道理，不是干那听道理来骗家己呀。好啦，我都。信用足好，我是做者信徒啊，所以安怎跟人讲道理啊，莫辩论啦。今仔日讲的根本唔对啊。什么叫做道理？按正义、按正义啊，按迄个真正的意思啦，分解我们真理啊。这个真理，唔是拢这个连咪倒平，连咪正平，是用上帝为主，真实、忠实传达出来，足诚实传达。给咱做礼拜时，跟做礼拜一样，用什么？用心灵更诚实啊。就诚实传达出来，而不是加个人的意见。那两天就是故意讲，第一个牧师跟他讲的，他讲对我，都在骂我，讲到都在骂我，或者说去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贝如，今天牧师讲到都在骂你，说你们要好好指挥。牧师讲到就是在讲你啦，你有没有听？为什么都这样在辩论做什么？讲到是给每一个会友听，你要清晰啊，你要很谦虚的讲啊。正义就是又很诚实、很正确的将主的话语讲出来，所以我们的经济告诉我们，不要就听到要行道啦，真的不要沾染世俗啦。哎呦，人讲这样细小人讲做一个通告店，人讲奉献的代志讲奉献，敢若这牧师最爱钱的，这跟爱钱有什么关系啦？奉献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荣耀而且旧约里面马拉基书第4章第3节告诉我们什么？奉献是上帝从天上提掉表汤倒福气给你的为什么不能讲？而且应该讲，应该用力讲。你说我爱钱，我不爱钱，可是我希望你有很多钱奉献给教会，让教会做很多好的事工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赚钱。我希望大家努力在你的工作赚了很多钱，但是更重要是什么？你要奉献出来啊！当那的爱了我上帝，你唔通偷睇啊！你能降去啊！现在牧师唔敢讲奉献的代志，唔敢讲大家出来的代志，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嘛。我对你无求啊，所以我们司法有一句话叫做“无欲则刚”，
再听一次啊，无欲则刚。你没有任何欲望的话，你本来就很刚强啊。然后点来讲，免钱的上贵，免钱的最贵。啊，你看想讲要贪图迄个小利，铸成大害啊！我去迄个圆山时阵，我当下去的时阵，毋知讲简单袂使左转，某一个时间啊5点到7点。啊，二足细字的，我就甲恶过，警察哔就甲叫来。好，阮查某囝去啊，讲啊，你迄字写较细，你讲我，人讲话点，拜托紧开单。无伊若看到我头前遐一个监察证吼，惊一个双甲开啊，我就害啊，明仔载报纸报出来，讲蔡崇义监委利用特权没有开单。你莫讲罚600块啦，罚了6万块你都抹袂掉，何必呢？错的就是我们嘛，你开单就开单嘛，所以控制你的舌头啊。第二个哈，听到最重要什么？要确实去执行哎，听到了你要行啊，要相处的话。就耶稣要做一个譬如啊，做一个比喻啊，是足聪明的人啊，巧的人呀，伊从个厝啊去到石板顶足坚固的。啊，遐戆的人哦，去伫对，唔听话去到对，去到山啦。你有看咱电视即马吼，足侪人去偷去违建，然后在山坡土石流一来，房子就被冲走了。说每个人真的要出来，要活出真正主的信仰。我们要知道，主的信仰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的重要。有一个人是监狱的。那个他先生死掉以后，他没有小孩，他在监狱里面当管理员，所以监狱管理员就是跟他法警啊，跟他警卫。他监狱里面觉得他很痛苦啊，因为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牧师叫他一定要传道，可是我怎么传给这些人？这个监狱里面大家都从典狱长开始就不太好啊，这些人都好两霸彪，每天生活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每天都替他们觉得好难过。可是监狱的每个受刑人都非常喜欢他，因为他真的非常的有爱心。有一天他回家，我讲我家遭小偷那个窗户明明关着，怎么都打开了啊？然后抽屉很凌乱，他去看他以后，突然发现到床底下看到有一个人的那个鞋底浮出来，躲在那下面。他这个警卫他当然不怕嘛，他每天面对就是那些凶神恶霸，在监狱里面拢拄着那上歹的人，有练过柔道，有练过擒拿手，伊偷咧惊伊。总是伊在想讲，跟牧师讲啥？讲你要传道理呀，我怎么传？伊转免成伫遮，伊转归落。上帝啊，我知进房间有人，请你将予这个人知讲伊做唔对代志，只可你赦免伊的罪，会当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，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甲看顾。迄个人到底，迄人不能比你们真卡，你背出来，看到，伊知讲这个就是因管理员啦，这个人多去用假释出来尔。等到边啊，点起来，这记到了，背起来。管理员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的家。你是做唔对代志，无唔对啊。总是吼，我嘛则无希望你搁倒转迄个所在，迄个所在上唔好的所在。我看到迄个所在足艰苦，我在那个地方在监狱里面看到很痛苦。所以拜托你们给我报警察了，卖个搞厉害。我不会报警察，你你现在身体又脏又瘦啊！你讲我厝内拢找无头路，我拢无物件通食。但是捡迄个去本所人捡我物件通食，我都是会枵死，我足艰苦。我若要知，我就卖出来关伫江还有物件通食咧。他笑一笑，我说，他就拿一套他先生的衣服，说你身上好脏哦，衣服也破掉了，你去洗个澡，穿衣服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到楼下做什么？我去跟你煮一顿好吃的。你不是说你肚子饿吗？你不要跟我报警不会了，我要跟你报警，我老早就把你拿住了。你也知道我要抓你很容易啊。看迄个人，那个足惊，还讲唔知真啊假。佮看真正技术衫，伊就去先不洗，换一身新衫。我要惊是惊落来到楼骹，看到真正安尼厨房安尼。汤味出来，多点个菜龟啊，拌菜啊。这管理员切一个讲来，你吃啊，你把多的要，真的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吃了吼，我都叫把身体练出来。
你讲我已经出来几啊礼拜都无好好食一顿饭，我捡的垃圾桶的都好难吃，我真的是不晓得，我真的想自杀算了，一直吃一直哭。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还有嘞，还有，你慢慢吃，你慢慢吃。那一直看着他在每次祷告，他就开始跟他讲，我会这样爱，给你这样吃东西，是因为牧师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第25章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在帮助那些肚子饿的，把都要你爱好家啦。无啥通情，你也摕300千嘛。所以我只是将上帝、耶稣的话语、上帝的话语实践而已耶。你慢慢吃哎，上帝爱你，上帝真的很爱你耶。我是因为上帝爱我，所以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那个人吃完上来，我该认识这位耶稣吗？他在哪里？他耶稣啊，他已经升天了，圣灵会在你身上，你相信他吗？我当然相信，我当然相信。那你好了，你下来，我们2个在决志祷告，他就跟他一起祷告。祷告完以后，那个管理员又拿一些钱给他，你出去好好做事情吧。他说：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当然可以走了啊！好好做人呢，上帝爱你，不要忘记耶！上帝永远保守看顾你耶。我知道，他就走了。隔了几个礼拜，隔了几个月以后，突然有一天，一个陌生人进入到会堂来做礼拜。那个牧师做完礼拜以后，就是这个年轻人好久没有见。那个女官员一看说：“那不是当初的那个年轻人吗？”哦，看起来年轻人已经头发理得很干净，穿的衣服穿得很整齐。然后看到那管理员就一直谢谢，手里就拿一包钱出来，说：“这是当初你给我的钱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这是我的第1份的薪水。”那个说：“不用，我不缺这个钱。”我不行了，你一定要收了。那笑笑，那好了，那用你的名字奉献给教会。牧师刚好走过来，讲：“这个人要奉献，那包纸转摕又无输。”牧师笑笑咧讲：“真好，阮因阿妈，阮太太吼，都要做馅饼，迄对瑞典得来啦，吼，都要做馅饼，真好。中昼头到阮遮食饭，迄人讲。”牧师，你要来我吃饭哦？你要留我吃饭可以吗？你吃完当然我们最高兴，我太太一定好高兴看到你来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：我当初是因为玛丽告诉我，上帝是无所不在，他随时与我们同在，他刚刚保守我们，若行善的力量就要施行。箴言3篇3章第4节告诉我说：若你有行善的力量，你就去施行啊。你有行好力量告诉我，所以我用这样的信心，我克服一切的困难。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了，请你们相信我，我不会再犯罪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天父，请你让我们除了听到以外，我们要能够相信主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化为我们的行动。我们听到、信到、行到，让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悦纳。我们要学习你，学习你的款式，我们要荣耀你，将一切的荣耀归我们的阿爸父神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请大家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，信诗第589首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即是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起立来应奉献诗。请坐。即礼拜集体交通甲大岛的事项有3点哦。第一是请为着洪义文姊妹离美国的生产会使顺利大岛。第二是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姊甲照顾因的亲人来大岛。求上帝扶持因，会使行过即个艰难的时刻。第三，为着徐美娥、李彦明、苏军、李维、李军、甲明宪、曼君兄啊，因规家陈佑、陈哲因的身体健康来大岛。啊，第四点是为着个人的部分、认罪的部分来祈求。即马请大家起立。来为着遮个事项来大岛。即是请大家来吟诗，信诗第389首，吟诗后请林牧师来替咱来祝祷。
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听他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大家三个伫地，保守你得到主甲恁伫地，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，报告进前哦，请大家先来读本周的台语甲华语的经句一摆，吼，记在你周报来的下底吼，也是 PowerPoint 嘛是会使。台语的部分吼，恁着做行道理的，毋是干那听的来家己骗。来个华语一摆哈，只是你们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。后助理哦，属红者请准备心哦。过来看消息报告吼。今日礼拜以后吼，有小组的分享哦。造就主是伫4楼，福音组伫1楼哦。请大家踊跃来参加。第二吼是今日夫妇团契哦，主会内容是赞美操，要有许丰义执事要带领大家来一起动一动哦，舒展全身的筋骨，请大家踊跃来参加哦。阮会中哦嘛有张宝珠。赞美操的老师张宝珠老师哦，嘛有来遮哦，咱请去哦，来为着伊，来欢迎。第4点哦，10月16号吼，咱有净滩的活动哦，若是有报名的哦，请大家爱准备防晒用品哦，帽仔是运动鞋，甲有水，甲有护膜哦。咱的行程是，咱早起10点离遮做礼拜煞哦，11点10分要坐游览车出发咯。遮请大家注意。第5是，咱10月30号的月底吼，要举行桌球的联谊活动。请要参加的人吼，请赶紧离后壁的公布栏来报名哦，互主办者有安排比赛的处理的时间。以上报告，这是咱麦岛闭会。
只是来行平安礼哦，请大家来向头前后壁的兄弟姊妹来请安，吼。